Very good, very good, very good. Yeah. Pass. Okay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盧克，我係香港長大嘅中英混血兒，我而家已經喺中山生活咗4年啦。目前咧，我喺中山咧就從事教育、體育同埋運動嘅項目，咁帶領小朋友咧喺戶外咧就體驗呢個英語嘅學習。我曾經咧喺英國嘅卡迪夫啦、利物浦同埋曼徹斯特咧唔同嘅城市咧生活過，最終咧就揀咗喺中山嗰度定居，因為呢度俾到一種家嘅感覺俾我。我婆婆係中山人，咁我細個已經聽呢度嘅古仔長大啦。4年前咧，我都係俾呢度嘅中山嘅人情味咧就吸引住。後來咧就發覺呢度嘅美食，例如乳鴿啊、小欖嘅鯪魚球、脆肉鯇，好食到我真係唔想走。我有一個身份咧就係美國體驗式教育嘅委員，咁我一直咧都好想將體驗式教育嘅理念咧就融入喺教育裏邊。咁今年7月嘅時候咧，我就同爸爸商量過啦，咁啊決定喺中山咧就開辦呢個足球英語嘅體驗班。睇住小朋友喺運動裏邊不斷提升佢哋自己嘅英語應用水平，我就知道我揀啱咗地方。我本身咧就好中意踢波嘅，咁我又估唔到中山咧呢個足球嘅文化係非常之濃厚。呢幾年啱啱識到嘅波友咧，佢哋都好熱情咁樣邀請我去踢比賽。我參加過2次中山市乙組嘅聯賽。而家舉行緊嘅鎮街足球賽咧，我覺得係非常之有意思嘅，而且中山咧嗰個運動嘅文化都非常之好嘅，同埋熱情。因為呢度嗰個城市咧有好多適合運動嘅場所，大家中意做運動嘅熱情咧，令到我更加中意呢個地方。我平時咧好中意同啲青少年咧打交道，本身我自己又好中意做運動，咁如果邊個想一齊訓練咧，我都會帶佢哋一齊訓練，同佢哋相處，我都收穫咗好多嘅成就感。喺中山咧，我仲收穫咗我人生嘅幸福。我喺呢度，我遇上咗我老婆。我哋喺2024年12月就舉辦咗我哋嘅婚禮。喺呢幾年，識到身邊有熟悉嘅朋友，又有好好食嘅美食，覺得呢度就好似第2個家。深中通道開通咗之後咧，媽咪都經常嚟中山見我，咁我哋一家人團聚咧更加方便啦。我相信深中通道咧係會比大灣區唔同嘅城市嘅來往咧係更加緊密嘅，而且我會一直留喺中山，繼續做我中意做嘅工作。去過好多城市，喺中山讓我停下腳步，因為呢度有我嘅屋企人啦，又有我嘅事業啦，又有呢度好好食嘅嘢啦，所以我好中意呢度嘅生活。